咁咧就我哋潮州人沖茶咧，就呢個叫茶泡啦，以前一包紙包住嘅，咁咧就係一泡一壺，咁咧入邊咧就已經其實咧揀好嘅，有粗有幼嘅。通常咧就係長輩攞先嘅，長輩就攞中間嗰杯，晚輩就攞側邊嗰兩杯啊。橡木製嘅水冷帽咧，係先浸水，浸到佢咧索好晒水之後咧，用糖咧去煮，用高溫煮，煮到佢形成咧可以注帽嘅濃度狀態。啲水停乾咗之後咧，可以擺成年都唔溶噶啦，因為佢已經係變成一個高濃度嘅糖嘅結晶。綠味蝦子麵，水就嚟滾一淥就得啦，乜都唔使落。滷水就好多種嘅，咁主要咧就係滷水鵝啊、鵝腸啊、鵝肝啊呢啲嘅啫。做個鵝咧個過程都要個幾鐘頭喎，佢唔係話大滾就滾熟佢㗎，佢滾咗之後就要慢慢浸熟佢，浸到佢入味嘅。遊歷社區，從味道與習俗中發現非遺。